好，又同大家講下咧，第三個犯太歲嘅生肖啦，就係屬鼠嘅朋友啦。屬鼠咧係沖太歲嘅流年啦，咁係動盪之中破局之戰啊。今年你個命格咧核心係在於咧沖太歲，即係代表全年咧都會充滿對立、衝突同埋劇烈變動。其他嘅星曜咧都會喺呢一個基礎上咧發揮作用，形成咧吉星助你破局，凶星加劇呢個動盪嘅複雜局面嘅。咁因為沖太歲歲破同大耗咧係會動搖你嘅錢財，導致你有錢財嘅大破嘅。咁面對呢啲事情咧，我哋今年咧最核心嘅凶星嘅組合啊，力量係更加強大啦。沖太歲歲破，主所有嘅計劃咧都好容易咧係被打亂嘅，居住嘅環境啦、工作嘅職位啦、人際關係等等咧，可能會發生強制性、突發性嘅改變嘅，例如搬屋啦、轉工啦、分手啦、合作破裂等等啊。大耗呢一粒破財星咧，同歲破一齊出現啊，預示住咧重大嘅錢財損失嘅，絕對唔可以睇小啊！唔好當佢係小兒科嚇。咁可能係投資嘅失敗、被人走數、失業或者係大型嘅開支、醫療嘅支出等等嘅。與其我哋被動咁咧係等運到咧，不如我哋主動求變啦。我哋可以計劃下裝修、搬屋、轉呢個工作部門，用呢個善嘅破咧係應對呢個兇嘅破嘅。咁絕對咧係禁止高風險嘅投資。今年嘅財運咧真係如履薄冰啊，好似破題嘅洪水咧，準備咗一筆應急嘅基金咧係會比較好嘅。係有突如其來嘅破耗嘅時候咧，都唔使咧兩手空空啊！所有重大嘅投資咧，或者係借貸嘅行為咧，最好咧都係暫停一年啦。跟住講到係唐符天柱喺動盪裏邊咧，呢兩粒係關鍵嘅吉星。唐符咧係主於權力、威望，喺事業上係一粒象星嘅。喺沖太歲嘅變動嘅時候咧，佢俾你突破困局、掌握權力嘅機會嘅。天柱咧係一粒食祿星，即係食神星啦，代表你能夠享用咧呢個美酒佳肴嘅。咁喺今年咧，真正咧係你心靈嘅避風塘啊！咁我哋要順星而行啦。咁我哋將沖咧嘅變動能量咧引導去事業嗰度，主動爭取新嘅項目、新嘅崗位，或者咧係喺變革當中咧展現呢個領導力，反而有機會咧係逆流而上嘅。心靈方面咧，當你感到壓力好大嘅時候咧，我哋透過咧去食一啲好嘢啊，約埋一班朋友去聚餐啊，享用呢個美酒佳肴咧，係可以放鬆呢個情緒同埋補充能量㗎。跟住我哋講到欄杆、災煞同埋飛刃三粒星啊，咁前路上咧真係有少少荊棘同埋刀光劍影嘅。咁欄杆咧係主要係講障礙啦、阻滯啦，做嘢咧會覺得困難重重嘅，關卡處處等等啦。計劃推行咧舉步維艱嘅。災煞星主意外災傷，呢一粒星咧加強咗沖太歲嘅意外性嘅，帶嚟突如其來嘅災禍嘅。飛刃星咧係主攻擊同埋傷害，容易咧有身體上嘅刑傷嘅手術，或者咧係自外界嘅明顯嘅敵意同埋攻擊嘅。咁我哋要安全第一啦，我哋主動咧去做身體嘅檢查啦，或者透過洗牙捐血，應驗咗血光之災嘅。咁小心咧，你工作嘅時候咧受傷啦，交通意外唔好揸快車，避免參與危險嘅活動。人際關係咧，忍一時咧係風平浪靜嘅，今年好容易咧同人正面衝突，一定要咧克制你嘅脾氣啦，遠離是非之地。處事嘅策略咧就係面對欄杆咧呢粒星咧係需要有更加多嘅耐性同埋後備嘅方案嘅。例如你有啲計劃一次係做唔到咧，就要換個第二嘅方法啦，千祈唔好夾硬做啦。咁另外仲有粒天哭星啊，佢係代表心靈嘅灰色嘅地帶嘅。咁呢一粒星咧，主要係講悲傷啊、憂鬱啊，喺眾多嘅空星嘅壓力之下咧，容易咧係感到情緒嘅低落啊。咁思想方面咧係會比較負面，甚至因為變動而傷心嘅。咁我哋要多接觸天柱星嘅愉悅能量啦，食多啲好嘢啦，約多啲朋友傾偈啦，利用唐符星嘅正面事業嘅目標咧，推廣灰色嘅情緒啦，揾信任嘅朋友傾訴，千祈唔好俾負面嘅情緒積壓啦。總結沖太歲嘅年份咧，屬鼠嘅你就好似喺狂風暴雨下行軍險將一樣啊！前面條路咧障礙重重，不時咧有啲冷箭咧射過嚟啊！啲軍糧咧又分分鐘被劫喎，好在一粒天柱星咧就唔使擔心糧草嘅短缺嘅。咁用唐符星去之權咧去化解破局，用天柱星咧去養生，借沖太歲嘅力量咧係求變。避開呢啲空星咧而自保嘅，將沖嘅力量轉化為開拓嘅動力，用唐符星嘅權威去創新個新領域或者打一個新地盤啊！財富記得保守、保守再保守嘅。今年嘅任務係守住財富啦，係任何嘅大支出都要三思啦。健康方面，記住我哋喺身體上咧要主動咧去做呢一個身體檢查啦，人際上咧要圓融退讓啦。接受呢一年咧係運唔順啦，
咁有陣時，如果真係自己冇辦法嘅，就可以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去幫你手啦。咁就好似一個聰明嘅老鼠咁啊，佢跌咗落洪水度啊，佢都會捉住一塊浮嘅木咧，順水而漂流嘅，唔會特登跳落去個洪水度同佢搏鬥，穩住呢個心神先可以咧安然度過迎接雨後嘅彩虹嘅。好啦，以上咧就係今年屬鼠沖太歲嘅12生肖運程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歡迎嚟揾我啦，我可以教大家點樣打開你嘅如意輪咧，令你更加順利嘅。